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4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5篇，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到28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赢过。上帝是咱的护卫者，也亲像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所讲的。圣神是咱的保惠师，伊是咱的中保，伫上帝的面头前为着咱辩护，伫对敌的面头前成做咱的保护者。昨咱也读到但以理的3个朋友，因无惊吓这个极权以及歹人的陷害，因表明就算是必须要面对迄个火烧。也袂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金像来跪拜，因为因的敬虔，上帝就亲自成做因的保护者。伫这个焰火的窑内底，3个人有4个影，因身躯拢无损伤。相反，伫大流士做王的时期，巴比伦王朝中间遐个能力较差的官员因目眶红，却阁找无任何理由来对这个忠心守法的但以理来甲伊创治。因只有用这种唯独一敬拜王的这种陷阱来陷害但以理。圣经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到第9节，安尼记载当初时的情形。大流士照伊的想法，设立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伫因的顶面设立3个总长，其中一个是但以理。监督者的总督，才免王过头操劳。但以理因为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比其他的总长甲总督更较杰出。所以王就要指派伊治理全国，因为安尼，其他的总长甲总督伫各种的事务要找但以理的空棒，通甲伊来控告。毋过因找无伊有甚物空棒，也是过失，因为伊忠实可靠。遐人就参详讲。除了对但以理遵行伊的上帝的律法以外，咱袂当找到甲伊控告的理由。这个总长甲总督三约来到伫王遐，对王讲：皇上万岁！全国的总长甲总督、省长、县长甲顾问做伙参详，要请皇上来降旨。宣布一个禁令，伫30日内，除了王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的神明，还是对人祈祷，就甲伊ฮ็落伫3个ฮ็。皇上，请你制定签署这个禁令，人就袂当改变这个命令，因为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签署过的法令袂用得改变。大流士就伫这个禁令顶悬来签署，这是因想办法要来陷害这个但以理。因当然需要继续来逐天敬拜上帝，因为安尼就违反王所签署的命令，只好就接受遐个奸臣的控告，将但以理下伫这个西亚坑内底。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继续安尼讲。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这个文件签名，就倒去厝内。伊楼顶的房间有窗开耶路撒冷。伊照常一日3遍跪地上帝恳求感谢。遐人斗阵去但以理遐，看到伊跪地上帝祈求帮赞，就过来见王，对王提起禁令的代志讲：皇上，你敢毋是有签署一个文件，
规定30日内，除去方向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的神明祈祷，还是对人恳求，就甲伊ฮ็伫西ฮ็。王印讲确实有，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这个法律未用得变更。因就对王讲方向啊，迄个受领的犹太人但以理无尊重王，无遵守你所签署的禁令。伊竟然一日3遍祈祷，王听了非常烦恼，想要救但以理，规日在想办法。后来遐个人各3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方向啊，着下吉日，照米底亚人甲波斯人的法律，王宣布的禁令甲法律未用得改变。王就下令来掠但以理，甲伊ฮ็落伫西ฮ็。王甲但以理讲：你一直在服侍的上帝一定会救你。有人搬一粒大粒的石头，甲西ฮ็的空踏满，砍王的印甲大神的官印，甲西ฮ็封起来，互但以理的案件袂当有甚物改变。当王甲但以理讲，你的上帝一定会救你。虽然照着家己所签署颁布的法律，伊只有会当将但以理下伫西亚坑内底，但是王却祝福伊，并且为着但以理来禁食。圣经但以理书第6章18节到28节继续安尼记载：王倒去王宫。规暝禁食，无要互人演奏乐器。迄暝王困袂去，隔日王透早起来，赶紧去西ฮ็遐。伊挽近西ฮ็边啊，伤心叫但以理讲：永我的上帝的仆人但以理，你真正服侍的上帝有救你，无互西加无？但以理讲：方向万岁！我上帝有派使者，甲遐个狮仔的喙封起来，无甲我伤害，因为我伫上帝的面头前是无辜的。方向我嘛无做甚物伤害王的代志。王非常欢喜，就吩咐人将但以理对西ฮ็救出来。但以理对西ฮ็出来，规身躯拢无受伤，因为伊倚靠伊的上帝。王命令将遐个控告但以理的人甲因的某囝拢掠起来，甲因ฮ็伫西ฮ็。因还未到西ฮ็的底，西就因打去，夹碎因的骨头。后来大流士通告全国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倒一个邦国。讲倒一款语言的人民，讲愿恁平安富足。现在我降旨，我统治的全国人民，恁拢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，伊是永远的上帝，永远存在，伊的国永远袂消灭，伊的王权永远存续，伊讨棒，伊拯救。伫天顶第下行神迹奇事，伊解救但以理，将伊对狮仔的喙救出来。但以理伫大流士甲波斯人塞鲁士的在位的时阵，事事亨通。上帝不但保守但以理，也互伊伫狮仔坑内底非常安全，搁伫伊被讨棒了后，互伊逐项代志拢得到亨通，因为主的保守，咱会通被保全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咱的罪会通得到赦免。基督徒就爱学习但以理坚定的相信，我靠主会通赢过迄个邪恶的人，就亲像但以理赢过要陷害伊遐个邪恶的人的心。伊3个朋友也伫上帝的保守的下面赢过邪恶者所设的这个火气。
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7节，安尼讲着：少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靠耶稣基督的名，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父老时代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少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的。细囝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爸。父老时代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的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仰仗上帝的道点伫恁的内面。个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的，毋通食贪恋世间的物。若有人贪爱世间，伊就无疼爸，因为一切属世间的，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目睭的欲望、体家己的财富等，这个拢毋是对爸遐来。是对世间来，这世间甲世间的欲望，拢得过去，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永远生存。咱无应该爱去爱这个世界，着爱去爱基督，爱我靠主，来成做强壮的基督信仰者，互咱会当赢过一切的有限、陷害甲灾难。诗篇135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就称赞上主的名，恁才会伫上主的殿得侍奉，伫咱的上帝圣殿的殿得侍奉的仆人啊！恁拢着称赞伊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，着唱歌学乐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。因为上主竞选雅各归属伊家己，经以色列做伊的产业。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隆重的神明。上主伫天顶甲地上，伫海中甲所有的深渊，拢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。伊互云雾对天边海角冲出来，互四那对大雨出现。互风对伊的仓库吹出来，将头上生的埃及人甲前生拢拍死。埃及啊，伊伫恁的中间行神迹奇事，对付法老甲伊的人神。伊拍败真济的邦国，拍败真强猛的国王，就是阿摩利王、西王甲巴珊王恶，佮征服迦南所有的王国。伊将因的土地互伊家己的子民，互以色列做产业。上主啊，你的名留存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的人拢会记得你，因为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伊要任命伊的仆人。外邦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、用金所铸造，因有喙袂讲话。有目睭嘛袂看见，有耳孔袂听见，有喙嘛无开。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以色列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阿伦祭司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利未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徛起伫耶路撒冷，愿伊对锡安受称赞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求主保守阮，当阮的面对403花莲大地震，无停止的地震的时阵，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主得胜，互阮有平安，因为阮有主的同在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